11岁的乌克丽丽神童冯艺，去年9月登上美国节目《艾伦秀》，时隔不到5个月，又获邀重回节目。主持人艾伦上次送他乐高积木做成的电吉他，知道他目标是成为摇滚吉他手，这次送他真正知名品牌的10万元电吉他，相当暖心。特别演出90年代美国车库摇滚最红的超脱乐团代表作《Smells Like Teen Spirit》。11岁的乌克丽丽神童冯艺，去年9月登上《艾伦秀》后，相隔5个月再度重返节目。冯艺 vs 艾伦，很开心再次见到你，我也是，很棒，一见面开心打招呼。重回艾伦秀，冯艺显得轻松许多。冯艺 vs 艾伦，你的朋友们有看到你上艾伦秀吗？在台湾电视上面的艾伦秀没有中文字幕，所以他们同学会看不懂，上字幕要看是什么节目哦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不重要。悠自己一默，让现场全笑翻，不过翻译频频出错，反而成为亮点。艾伦 vs 翻译，电吉他在学木吉他，学 fingerstyle 的木吉他。fingerstyle 什么是 fingerstyle？ 我们没有在谈话，我在问他什么是 fingerstyle， 声音你不知道，问他。冯艺在节目上用清新的乌克丽丽诠释的愤怒又直接摇滚乐的表现，也让全场观众站起尖叫欢呼。艾伦 vs 冯艺，我们听说你想学玩电吉他，所以我们要送你一个东西，谢谢。知道他的目标是成为摇滚吉他手，艾伦超有诚意，送上市价约10万台币的知名品牌电吉他和音箱。而冯艺不断学习新技能，努力精进自己的样貌，再令观众刮目相看。